祝龙總兄弟姊妹平安健康快樂。嗱，每一年啊，我相信啊，喜悅嘅家庭啊，大家為了嘅家庭要平安，要和平，人人兩公婆都攞，係冇นะ？嗱，人班人啊，我嘅見節講節家啲，喺呢個詩篇記128第1節咁樣講到，最得福嘅人。就係要遵從上帝嘅人，要敬從上帝嘅人，就係最得福。然後就上帝嘅指出嘅路嚟行，最得福。嗱，兩公婆係和和順順利利，喺呢個家庭度，你就係就上帝指出嘅路嚟行，就一個命令嚟行。世家良善，要遵從上帝，要相信上帝，呢一個家庭大家。要掉出門掉落，阿薩世家要謙卑，就上帝嘅路嚟行，佢指出嘅路，佢指出乜嘅路呢？做輔導人順服老公，做老公要隻愛嘅心，錫自家嘅輔導人，唔好黐錯對自家嘅輔導人，呢兩樣係世家要行，要做嘅法行，呢兩公婆大家要順順利利。就落有問題冇呐？有，但係世家兩公婆要忍讓，要世家嚟做上帝嘅法行，大事變成小事，小事變成無事，這樣嘅世家要做上帝嘅法嚟行。因為到呢一個耶利米17第7節咁樣講到，最得福嘅人要依靠上帝嘅人，大家盼望並在上帝裏面最得福。嗱，所以講兩公婆嘅盼望要並在上帝嘅起，兩公婆要依靠上帝，一個家庭行到一天順利，一天得福，一天得到快樂，得到平安。這樣嘅兩公婆要照上帝嘅命令嚟行，照上帝指出嚟路嚟行，依靠上帝，盼望並在上帝嘅起，一個家庭，一個公婆行到順順利利，到老有問題，但係時間能夠。要對付就呢一個上帝嘅命令嚟行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